可愛的花坤就喺開始兩回合時候咧，我方全體有嘅係全體啊，全體所有人加攻擊力25%，其實可以升嘅，可以再升高啲嘅，最高可以升到60幾%。即係一開波呢陣，你已經有1.5嘅攻擊效果，1.5倍攻擊效果，兩回合落去。所以如果你係拆關卡或者係打啲競技啊，你想標神嘅話咧，呢一隻係不能不讓嘅，我重新係不能不讓。好嚟啦！哇！呢隻我覺得似一隻用住我而家一開頭用開嗰啲嚟打住先。咁首先咧，我梗係打呢個競技場啦，係嘛？之前咧其實同大家講咧，我輸得好勁啊！你見到我3副，係嘛？輸咗3鑊，因為嗰陣時我仲未買啲升級包成，而家應該好多啊！咁而家咧，你見到咧，你揾我溫嘅，呢一個係線上玩家嚟嘅，咁佢34咧。如果冇估到咧，佢已經屈機㗎啦！你睇佢，哇，42咧，59咧，你可以再大啲。所以我估初步估計咧，我應該都輸㗎啦。輸係兵家常事係咪？睇個 level 就知，根本唔平均，唔公平啊！公平咩？我又輸啦。咁大家見到咧，我啲點數咧都算多㗎啦。咁其實我買咗邊一個禮包咧？其實咧，我而家咧就買咗佢就係等級升級嗰個禮包啦，即係呢個入門成長禮包，係嘛？唔係呢個，我買呢個成長禮包，其實我係買個高級成長禮包嘅，因為佢咧就大型嘅經驗數比較多，有成120個，係啦。咁相比起其他咧，其實就平好多嘅，因為例如咧，佢而家呢個3000水晶，佢係得個3400個，如果撳埋 bonus 嘅話，但係如果禮包嘅話咧，238咧，佢3000個不單止仲送埋其他啲。大型經驗水，因為經驗水其實都幾，我覺得幾珍貴啊，同埋呢個醒覺石亦都係，同埋呢個進化材料都好有用啊，有3個 OK。好啦，嚟啦，10抽，喂，我要傳説，傳説，頭搖又尾擺，漂移境界，係咪傳説咧？隻蛋好驚喎，佢好似有啲印堂派感覺，入邊好似有啲嘢喎，係乜嘢嚟㗎咧？希望係傳説級啦。我發咗先啦。英雄唔緊要，好啦，再嚟20抽，第20抽。希望今次係會有尾擺啊！真係飄離境界啦，唔該。有一隻必出金蛋啊！呢一隻究竟呢一隻係英雄啊？定係傳説咧？傳説。係咪先啦？我哋傳開啦，好嘛？傳開。或者可能我今日嘅運氣比較差。今次會唔會打得贏先？今次27呢喎，高我2呢啫喎。但係佢嘅排行好似好高下喎，唔通佢係啲高呢人士？唔係喎，40級，最高得56。有可能戰勝嘅，有可能啊嚇。我只要搞得掂嗰隻56咧就得啦。有冇可能咧？我首先一開頭我應該要防守先啦 ，OK， 防守晒先。好，防守晒先啦。就防守晒先啦，嚟一打我一笨。佢先手攻擊，係啊，哇！唯一揾隻，以為咁樣就可以殺死我咩？冇咁易。好啦，呢個時候我儲夠氣啦。到邊個輸入嚟？而家應該到我喎。好啦，我可以咬中間嗰個，因為綠色嘅。然後咧2連擊咧，2連擊我覺得可以打爆右邊啲嘢先，向前突擊，然後再加呢一招叫做係轉屬性，係啦，我要轉呢個草屬性，即係地屬性，然後黑翻個左右嘅水屬性，咁先夠抽嘅。好啦，而家睇下先，OK 喎，秒咗個中間嗰個，我先可以出錯技啊！啱啱嗰隻火屬性轉毒性屬性嘅成，我講一嚿啦已經，算啦。其實佢呢個配置歌咧好屈機嘅，佢一出嘅其實一個大嘅泡泡糖，一出咗基本上咧佢都唔夠打㗎啦，我覺得。係啦，一出咗咧，我已經可以指名道姓圍開右邊嗰隻先，係啦。希望唔會俾佢先手攻擊打我啦嚇。你破防唔好打我中間嗰隻，好避咗，唔好啊，避咗，唔好死，好技保護之歌。嗱，我應該贏啊，反敗為勝啊呢個時候，因為保護之歌咧招技能係好屈機啊，係啦，佢係全體一個防護盾，你要打先要打入我呢一個防護盾，成幾千嘅數值㗎，防禦數值㗎，應該就過成7000定啲8000，係啦，咁你打得爆我，咁呢個時候咧我真係可以任意攻擊佢啦，已經基本上贏硬啊，拜拜，我個防護盾都未爆，你仲想諗住打入我真係。係嘛？屈機，係啊！我唯一一隻傳説級好屈機嘅就係呢一隻啊！
好啦，咁啊，今集玩就咁多先啦，冇咗嘛，我啊期待住大家入我嘅部落啦，係啦，咁啊歡迎大家加入我呢個再重新一次係波友一族，OK，等住大家入嘅，如果就得我一個，你陪下我啦，I'm so lonely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喜歡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哋。我不波子嘅。人類嘅文明已經由發展變成破壞，咩都要機械化，搞到海洋同大地都變得乾涸荒蕪，嚴重破壞大自然嘅規律。四大精靈已經睇唔過眼，所以嚟到人間，準備好淨化呢個世界，創造一個新大陸，名為尼斯大陸。為咗令人類可以過全新嘅生活，幾位精靈喺呢片大陸注入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力量，將尼斯大陸變返以前咁，人類同恐龍又可以一齊和睦咁生存。不過單靠四大精靈嘅力量係唔可以淨化一切，所以殘暴嘅機械同埋所謂文明嘅遺物又再次威脅尼斯大陸。我哋需要你同我哋一齊馴服呢片土地上面嘅恐龍，培養佢哋一齊作戰，成為尼斯大陸嘅守護者。喲，你哋不知道不知記，今日玩新嘅 game 叫做《石器時代起源》。咁啊，大家咧都記得咧，以前咧冇大家有冇玩過《石器時代》嘅《石器時代》咧係以前咧非常出名嘅一隻 game 嚟嘅。咁而家終於咧都可以玩過啦。咁而家咧就係呢個外國比較出名嘅 Netmarble 代理嘅。之前咧有玩過呢個 Marvel 咧 Future Fight 嘅話咧，咁你就知道咧 Netmarble 咧就係佢代理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覺得應該都唔錯噶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開始玩啦啊！其實我都有玩嘅。咁一開頭咧。大家睇翻咧，大家如果玩嘅先係嘛？我覺得喺呢個動畫上面方面係唔錯嘅啫。以前石器時代咧個動畫又好睇，好鬼靚啊嘛！唔係，我哋直接講佢，因為佢可以食。哇！跟住全部收晒先啦。哇！幫咗我哋，呢啲係女主角，女神嚟嘅係嘛？偷啲機械龍嘅啫。快啲嘅啦。OK。我一次。大家發現一樣嘢，石器時代嘅人咧，都係講廣東話嘅。好，咁而家咧我就轉翻個主亞交先。呢個時候咧，我終於可以開個部落啦。係啊，你大家見到我升嗰啲咧，已經25咧，冇錯，我已經迫不及待開呢個部落啦。咁啊叫波友一族啦，冇錯。咁啊波友一族啊，梗係用翻個原型啦。咁啊 ，Yo we are the best，所謂 we are the best，自我感覺良好，可能緊要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加入。咁啊，創部落咧只需要5萬。咁啊，而呢個我覺得算係平㗎啦，即係 game 幣嚟講係啦。咁啊，終於做咗部落啦。咁做咗部落咧有啲咩個部落有之處咧？咁啊，其實咧我哋可以有呢個部落遠征隊。咁啊，其實大家咧係可以一齊打同一隻 boss 嘅。例如呢一隻伊加斯。咁啊，佢有一啲排名獎勵咧，就送呢啲珍珠啦。咁啊，我可以建立咧，因為我係呢個族長。我建立完咧，如果大家咧入到嚟講可以一齊去打嘅。咁啊，例如我準備咁去打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咧我一條友打，你見到咧。係差唔多唔夠咁滯嘅 ，OK，我相信我應該唔使20秒內，拜拜。咁啊，其實我呢個 game 咧，我都着迷咗好耐嘅，梗係叫做係好多個晚上冇乜點瞓覺去打隻 game，我喺研究緊點樣組合先更加勁，或者係係啦，因為佢呢度太多龍啦，太多嘅寵物啊，每一隻龍或者每一隻獸咧作為寵物嚟講咧，每一隻嘅技能都唔同，你真係要研究下做一隻逐隻研究，可能係咩隊啊，或者有啲咩手先最勁啊。咁啊，當然有啲咩比較適合大家啱啱起手咧，作為平民咧，平民專用嘅最好隊伍、最佳隊伍啦。咁等下我做分俾大家睇啦，咁大家睇下我點死先啦。OK，好，乖佬親，係啦。咁打完之後咧，基本上你要攞到200嘅珍珠。唔係，而家我有珍珠上高有500，呢啲咧珍珠咧就可以喺呢個部落嘅商店度換嘢嘅。係啦。打好關係咩？我得我一個部落啫，得我一個部落成員點樣打好關係啊？自己打好關係啊！講起就慘啦，係嘛？咁大家見到咧嗰啲珍珠就可以我嚟買一啲珍貴嘅寵物嘅靈魂石啦，或者可以買一啲叫做係稀有嘅一啲道具啊。你見到個拳套啦係嘛？ OK 嘅都唔錯，有啲4000幾。然後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寵物嘅裝置手，咁啊其實係
局會入邊轉用㗎。咁例如我可以揀借出嚟借俾大家啦，嘅高升嘅高呢借出嚟咧，其實咧每個鐘頭咧都會有唔同嘅珍珠獎勵會俾翻你嘅。咁啊24小時嘅大家就可以計到啦。OK。嗱，咁我就會講下我覺得啦嚇，即係如果你叫平民組合啦嚇，平民組啊，即係又唔使點樣重課程啊，咁一開頭起手咧可以合呢一隻咧水地龜。呢個水地龜咧，即係佢有兩個屬性，雙屬性，因為雙屬性咧就同時可以黑多一個屬性啦。咁啊，呢隻水地龜有啲咩好處咧？其實因為佢哋4招技咧，就叫一起活下去咧，佢就有可能有高嘅 percent 機會率啦嚇。咁因為過一半，我覺得好高㗎啦。另外其中一隻最低血嘅寵物嘅體力咧，恢復咧為攻擊力嘅74%，即可以自動補血啦嚇。回合結束嘅時候，咁而對象係水屬性嘅時候咧，攻擊力咧就會恢復更加多100%。呢隻龜咧，你見佢咧就高防啊，作為一個血退其實真係唔錯㗎，真係胃口打龜啊！咁然後第二隻咧，大家可以合嘅一隻平民，即係就咁打普通副本都可以拆到翻嚟嘅係邊一隻咧？冇錯啦，就係呢一隻霍克昆啊！而家我都合到啦，可以組合㗎啦。咁你可以點樣揾呢啲嘅靈魂石咧？通常咧，你係打普通關卡咧，你係拆咧，然後捉咧捉到嗰隻呢隻咁嘅阿哥亞係嘛？同埋咧呢一隻威比同佢 say bye bye 啊，叫告別啊告別即係隔離嗰個，咁你就可以攞到啲靈魂石㗎啦。咁然後有啲咩技咁正咧？因為呢一隻霍克昆咧，佢嗰招4技啊即係佢第4招技咧就係可愛的霍克昆，就可以開戰2回合時候咧，我方全體有嘅係全體全體所有人加攻擊力25%，其實可以升嘅，可以再升高啲㗎。最高可以升到60幾%，即係一開波基本上你已經有1.5嘅攻擊效果，1.5倍攻擊效果，2回合落。所以如果你係刷關卡或者係打啲競技啊，你想秒殺人嘅話咧，呢一隻係不能不讓嘅。我嘅重申一次係不能不讓。好出嚟啦！呢隻係嘛？我覺得似一隻用住我而家一開頭用開嗰啲嚟打住先。咁首先咧，我梗係打呢個競技場啦，係嘛？之前咧其實同大家講咧，我係輸得好勁啊！你見到我3副輸咗3鑊，因為嗰陣時我仲未買啲升級包成，而家應該好多啊！咁而家咧，你見到咧就温我温嘅，呢一個係線上玩家嚟嘅，咁佢34咧。如果冇估錯咧，應該都屈機㗎啦！你睇佢，哇42咧，59咧，你可以再大啲。所以我估初步估計咧，我應該都輸㗎啦。輸係非加嘗試係咪？你睇個 level 就知根本唔平均，唔公平啦！公平咩？我又輸啦！咁大家見到咧，我啲點數咧都算多㗎啦。咁其實我買咗邊一個禮包咧？咁其實咧我而家咧就買咗佢就係等級升級個禮包啦，即係呢個入門成長禮包，係嘛？唔係呢個，我買呢個成長禮包，其實我買呢個高級成長禮包嘅，因為佢咧就大型嘅經驗組比較多，有成120個，係啦。咁相比起其他咧，其實就平好多嘅，因為例如咧，佢而家呢個3000水晶，即係得個3400個，如果計埋 bonus 嘅話，但係如果禮包嘅話咧，238咧，佢3000個分子仲送埋其他啲大型經驗組，因為經驗組其實都幾，我覺得幾珍貴啊，同埋呢個醒覺石亦都係，同埋呢個進化材料都好有用啊，有3個 OK。好啦，嚟啦，10抽，喂，我要傳説，傳説頭搖又尾擺，飄移境界，係咪傳説咧？隻蛋好驚喎，佢好似有啲印堂花感覺，入邊有啲嘢喎，係咩嚟嘅咧？希望係傳説級啦。英雄唔緊要，好啦，我嚟20周，第20周。希望今次係會有尾擺啊！真係飄移境界啦，唔該。嗱，有一隻必出金蛋啊！呢一隻究竟係？究竟呢一隻係英雄啊，定係傳説咧？傳説，我哋傳開啦，好嘛？傳開。或者可能我今日嘅運氣比較差。今次會唔會打得贏先？今次27呢喎，高我2呢啫喎。但係佢嘅排人好似好高下喎，唔通佢係啲高呢人士？唔係喎，40級，含最高得56。嗱，有可能戰勝嘅，有可能嗱，我只要搞一掂嗰隻56咧得啦。有冇可能咧？我首先開頭應該要防守先啦，OK，防守晒先。好，防守晒先啦。就防守晒先啦，嚟一打我一笨。佢先手攻擊，係啊，哇，唯一我一隻。你話咁樣就可以殺死我咩？冇咁易。好啦，呢個時候我儲夠氣啦。到邊個輸入嚟嘅？應該到我喎。
好啦，我咬中間嗰個綠色嘅，然後咧二連擊咧，二連擊我覺得可以打爆右邊啲嘢先，向前突擊，然後再加呢一招啊，叫做係轉屬性，係啦，我要轉呢個土屬性，即係地屬性，然後黑翻佢左右嘅水屬性，咁先夠抽嘅。好啦，而家睇下先，喂 OK 喎，秒咗佢中間嗰個，我先攞啲出作技啊，啱啱嗰隻火屬性。專讀性屬性嘅成，我覺得咁夠啦已經，算啦。其實佢呢個寶貝之歌咧好屈機嘅，佢一出嘅其實係一個大嘅服務台，一出咗基本上咧佢都唔夠打嘅，我覺得。係啦，一出咗咧，我已經可以指名道姓為我右邊嗰隻先。係啦，希望唔會俾佢先手攻擊打我啦嚇。嗱，你放防唔好打我中間嗰隻，好避咗，唔好啊，避咗，唔好死，好嘅寶貝之歌。嗱。我應該贏啊！係咪正喺呢個時候？因為寶貝之歌咧，都其實係好屈機啊，係啦，佢係全喺一個防護盾，你要打嘅先要打入我呢一個防護盾，成幾千嘅防護盾啊，應該有過千，係啦，咁你打爆我。